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伫彼拉多甲希律面前受审问，耶稣受判死刑。路加福音23章1节到25节。路加福音23章第1节，全体议员拢徛起来，甲耶稣押去彼拉多面前。因就控告讲：阮有看到这个人在卖血阮的民族，禁止人纳税予凯撒，佮自称是基督，是王。彼拉多问耶稣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彼拉多就对遐个祭司长甲群众讲：我查袂出这个人有啥物罪，毋过因坚持讲，伊对加利利到遮，伫犹太全地教示人，煽动民众。彼拉多一个听到，就问看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啊，毋是？伊一个知耶稣属希律王的管辖，就甲伊送去希律遐。迄时希律本人嘛伫耶路撒冷。希律看到耶稣，非常欢喜，因为伊捌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一直爱要见伊，佮盼望会当看到伊行神迹。伊问耶稣真侪代志，耶稣拢无应伊。祭司长甲经学士徛起来，极力甲伊控告。希律甲伊的兵嘛甲伊侮辱、戏弄，然后佮甲伊穿一领真水的长袍，才甲伊送转去予彼拉多。希律甲彼拉多本来有冤仇，伫迄一日煞变做朋友。彼拉多召集祭司长、官员甲民众来，甲因讲：恁押这个人来我遮，控告伊煽动民众。当我伫恁的面前有甲伊审问，查拢无恁所控告的罪。希律嘛认定伊无罪，才将伊送倒来咱遮，可见伊无做啥物该死的代志。所以我要用鞭甲伊教示一下，才放伊去。当年的搬嫁罪，总督就照群众的要求，放一个犯人予因。群众拢发，这个人就予伊死，放巴拉巴予阮。这个巴拉巴因为伫城内作乱，佮害人，才受关监。彼拉多想要放耶稣，就佮说服众人，毋过因大声发：甲顶十字架，甲顶十字架！彼拉多第3遍对因讲：是安怎？伊有做啥物歹代志？我查袂出伊有该死的罪，所以我要用鞭甲伊教示一下，才放伊去。不过群众坚持，大声要求甲耶稣钉十字架。最后因的声煞较赢，彼拉多就宣判，照因的要求去执行，放因所要求迄个因为作乱、害人、予人关监的巴拉巴，甲耶稣交予因，照因的意思去处理。
默想，伫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已经亡国，因无法度甲耶稣处死，所以就甲耶稣交予彼拉多，期待彼拉多甲耶稣判死刑。当彼拉多照犹太人的控告甲耶稣审问的时，伊却发现耶稣并无做啥物违法的代志。彼拉多正做一个罗马政府的官员，伊知影若要用法律去甲一个人判刑，是要有犯罪的事实。毋过耶稣明显无犯罪，耶稣无去哭人，也无去共煽动。若是要甲耶稣定罪，实在伤勉强。所以彼拉多一直想要甲耶稣杀去互别人。伊甲耶稣送互希律，希律也无法度查到耶稣有啥物罪。彼拉多阁请政治市长、官长甲百姓，甲因讲，伊要拍耶稣了后，甲耶稣放出来。毋过众人要求坚持爱甲耶稣钉十字架，就算彼拉多想要用这款方式，互众人较莫生气，毋过明显是无效。彼拉多最后敢若无奈甲耶稣定罪，判伊爱钉十字架。耶稣为着替世间人赎罪，伊也愿意承受互人陷害这款痛苦。咱敢会当体会耶稣为咱来牺牲是偌尔大的疼痛，也愿意因为这款的大疼痛，尽咱的气力来回应伊对咱的呼召，成做伊终身的门徒咧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利用牺牲家己性命的疼来疼阮。你愿意用这款的疼来帮助阮，虽然阮心硬阁背逆，你要求是无放弃阮，你要求是愿意一摆阁一摆的超找阮，互阮得到新的生命。愿阮的一生拢通回应你的呼召，尽忠来成做你的门徒，成做你福音的见证人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